观众朋友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咱继续伫即个什物所在啊？有人分得清楚无？老师后壁空我后壁敢有共款所在？嘿，这吼，无共款啊，6一支4支无共。听几啊摆诶人会当知影吼。嘿，即个是因诶清真寺对无？就是讲，迄有几支吼，代表什物？较大大啦，较大。 6支上大啦，佮有4支诶，啊，佮有2支，佮有1支诶。安尼对，逐个会当算看觅啊，这是几支吼？伫对，咱今仔日要去3个所在，而且咱有一个所在咧是，听讲是保罗诶保罗诶厝边啊。厝边啊来吼，佫有一个奇怪诶人，伊会晓空鸟仔讲话哦。有人看过无？有人看过空？我有看过，咱想要空啥物讲话吼？有吼。跟鸟仔会当沟通。可能有人会感觉伊有问题吼。但是即个人真正会空鸟仔讲话吗？咱今仔真少来听看觅啊吼，有影无？即个咱顶礼拜去诶对无？顶礼拜咱顶礼拜有去正平迄2个位，倒平迄个位咱还未去，咱要今仔日即阵才要去。是，所以咱着为即个底格里斯河走过来即边啊啦吼。即个名嘛足歹读诶，无人会晓读。飞机也太难，叫做飞机也。飞机也太难。即个嘛是一个清真寺哦，是伫土耳其。飞机也太难是一个人诶人名。清真寺用人诶人名做，这真少哦。是。即个地点多伫亚兰甲亚述诶边界。是，就是圣经内面讲诶即个所在啊吼。因为即个飞机也太难，即个是诗人，是个文学家，一个影响足大诶人。是库德，伊是库德族诶人。库德就是遮诶原住民吼，库德文化中一个足重要诶人物。伊是诗人，因为会当甲鸟仔讲话，所以人叫伊鸟仔学者吼。伊诶名意思就是鸟仔学者。所以就是即个建筑即间建筑吼，即间建筑就是用伊诶名，所以是咧纪念一个有诗诶一个学问诶人，有学问诶人。即间起啊真水吼。还是库德族诶吼，库德族诶一个会晓写诗，影响真大。虽然伊诶迄个演讲讲无足这毋是演讲讲，这叫啥物塔对吧？无讲就是宣礼塔还是教拜塔，有人叫做叫拜啦，因为伊个讲情啊嘛，就叫人过来拜。是，所以伊虽然敢世纪，但伊做名吼，是因为即个人。咱来看即首诗吼，伊有一首诗叫做水甲水。对咱，因为咱这是翻译过来，所以看到无啥意思。毋过咱来解说，伊讲水生命源头，水是上帝的恩典，灵魂那就水咧找求海洋。而且其实一个基督徒看这首诗，拢会随想着讲，灵魂就是讲，我安那像一滴水，咧找海洋，咧找上帝啦。海洋代表上帝、天国。灵魂就像对是每一个人拢有灵魂，那就一滴露水。咧找，可能伊找到一条溪，伊就掠准这条溪就是全世界啦。掠准迄是上大。直到伊找着海洋的时候，知影哇，原来是遮尔啊大，看拢看袂了的所在。所以伫诗篇42篇遐吼。有一则圣经写讲，我的心切切羡慕你，亲像鹿羡慕溪水。这意思就是讲，我咧找求迄个大的海洋，
切翕幕，咱像鹿仔喙焦要找溪水安尼逼切。讲我当时该当看到上帝的面啊！就是一个相信基督的人，伫遐咧少年思想，当时要看到上帝的面啊！伫遐要追求海水，灵魂咱像水咧追求海洋。老师，咱诶爱电园嘛是为水开始诶，对吧？哈。水你爱找着海洋到准算哦，找着溪也未准算，毋通就一个水库来掠准，迄是全世界继续找，一直到海洋。所以讲，上帝恩典是上诶海哦，毋是干那一条溪尔安尼啊吼。安尼爱继续找，还未找着诶人。还有鸟仔诗吼，伊感觉讲鸟，因为伊做爱大自然，爱花、爱草啊、爱水、爱天空诶星辰，个爱月亮日头，伊全世界诶，就是讲旷野诶物件，伊就是拢爱。所以伊生活也伫遐，伊诶思想也伫遐，所以伊就甲鸟仔会当沟通。人讲伊会当甲鸟仔讲话啊。鸟仔就代表咱诶灵魂。鸟仔代表灵魂，伊咧飞代表接近上帝。大自然就是启示，所以伫伊诶诗也是伊诶文学作品。大自然就是上帝对人诶启示，你会当对大自然来知影上帝甲你伫咧啊无？知影上帝创造宇宙啊无？你看即蕊花吼，遮尔细蕊，佮生了真济迄个细枝诶吼。就是伫空泛诶山雾，阮会发出花啦。遮迄真水诶花，毋是伫迄个足肥诶土地发出来，是迄个旷野诶所在发出来。就是上帝饲诶吼，毋免足济肥料安尼。即只鸟嘛，做水，这伫阮遮吼，定看着即种鸟啊。即种树仔就是橄榄树啦。是，所以伊是含鸟仔讲话吼。咱讲着诶，就是即个水吼，流，真水。在追求海洋，灵魂追求海洋。等下，咱来看即个城市吼。等下，即个所在你看着知影吼，下骹就是地中海，顶悬就是亚细亚，来东边西边，就是欧洲、亚洲、非洲诶重点啦。即个所在生理人啊，是讲你要对东边去西边，对北边去南边，南边去啦，拢爱经过即个位。所以上帝就训练保罗因兜伫大树伫阿丹那甲大树两个是厝边，两个差40公里啦。所以伫保罗伊有讲基利家拢属伫基利家诶所在，等下大树拢是基利家，即个点拢叫做基利家啦。圣经内底有写吼。就是讲有可能迄个世界黑白说就说来遮啦，保罗行过诶所在。伫遮了，就是伫即个所在训练出来，伫遮有希腊上界大诶大学。有真有名诶教授来做保罗诶教授。40公里，其实行嘛是爱行几啊工，敢是？毋免啊，40公里到后行1工就起来。1工就。袂行要2工。2工。塞车偌久？1点钟，毋免1点钟，足近诶啦。反正伊即个圣经内底，咱不是拢看到基利家有无？就是讲即个所在。即个所在叫做基利家，就是咧讲即个位。是，所以伊是迄个伫书道内面有写毋是咱家己。书道英段15章41节，保罗写讲伊行遍叙利亚，你看叙利亚伫倒，就是地中海诶东边。
东平面还有一个叙利亚叙利亚嗯基里加就是拄则讲的大数，甲阿丹啊迄个位，个有离遮啦，就讲伫北边甲东边，保罗伫遮行路坚固遮的教会，所以伊开始报道就是对遮开始的。是，好，所以大家有清楚啊吼。其实咱咧读圣经的时，咱会当甲地图显出来，旧的地图啊吼，那你会知影讲。咱对刷落去，特别来讲到基比路基比路的塞浦路斯啦，对迄个所在甲基督教的关系，甲迄个东边，安怎来团结全世界。所以保罗伊若个活咧，伊会感觉奇怪，这所在那边安尼吼，毋捌啦吼，毋捌伊。迄拢变做会，拢在咧穆斯林的所在啦。是啊，伊也是有一点仔伤心。等啊，即间礼拜堂18这个叫做塞班者中央中央清真寺，是伫塞汉河岸，就是讲伫即个河边啦是托尼基第二大，你看有6基迄个宣礼塔，就知影讲真大。伊会当容纳伊的面积真宽，会当内底有28,500人做礼拜，会当容纳28,000人。所以因这宣礼塔佫无共款诶。伊4基共款，2基较底，4基99米，有2基较底是75米，是伫河边，所以足水诶。你日时也去看。真正有够水，因为伊个倒影伫水面诶倒影足水。老师，迄暗时去看是，你知影伊以前是公墓，什么？毋知影啦，看袂出来啦，因为伊个土地是，其实遮诶土地较早拢阿美尼亚基督徒啦。是安尼，所以看袂出来哦。以前是迄落诶所在大迄落。对吧？来死人的所在，后来变遮尔水伊是叫政府收起来，对吧？对你看因的所在你看有水的所在就足水，若旷野的所在就拢旷野，安尼看起拢无树啊，因为拢无水，无树啊。即个所在有水，所以就有树啊，有人咧住，有水就有人咧住。是，所以人一定要有水吼，这是上帝诶创造。所以到伊爱电远诶时，就是讲有一个有4条河流出来，对啊，流出4条河。是2条咱目前拢咧讲，其中有2条咱一直拢咧讲伊底格里斯甲幼发拉底不是咱内底拢有讲着。7条河是流入去幼发拉底，7条河应该流入地中海。对，即个所在遐尔水，老师是为迄个一个桥，桥顶管翕诶。顶管翕诶。迄条桥即摆有哪是袂当塞车，因为是古迹啦。伫300几年诶时就去离开即摆有哪1000几吨啊。要保护迄条桥，所以就叫人袂当行，拢总叫车袂当行，敢若会当互人行过安尼。是，所以因看即个是下骹即个所在吼。对，迄个所在有一条桥对遐就会当看着，看暗时对遮就会当看伊到迄个清真寺啊。清真寺暗时顶悬拢足光诶拢有一寡。所以即条桥是袂当开车敢若会当人行过尔。即个暗时翕诶，暗时你看咧足好看。是，就是咱拄则。这是会使时翕诶。迄条桥就现在安尼，阴暗时佫有月亮
啊，伊迄是罗马时代就起啊。罗马时代用罗马人去的，嗯，来因去用，的即款拢真用。所以伊是一个足重要诶所在。听讲要啥物卖物件拢爱经过遮，是毋是？所以老师拄则就是有讲。欧洲、亚洲、非洲，你要生意人要行来行去，拢差不多爱经过即个点。真歹，其实是足很难想象，对无吼？咱看袂出来，这有啥物劳力诶所在吼？这个即看起来阵是无介闹热啦，无介闹热，毋过伊交通真重要，军事也真重要，所以哦，领小钱诶人拢要占即个位，占是哦，着伊就赢。奇怪诶哦，所以人足奇怪，拢要去抢即个，咱想要感觉迄个足重要重点诶。诶位啦，迄个交通诶上较方便诶位。而且是啥物切割石啊？切嗯，割就是无共款用诶一种起法啦。伊拢用石头来，因大部分咧起物件拢是用石头，敢若用石头去会当维持较久。嗯。所以即阵会当看14个门啊，咱顶界有讲着迄个是嗯，10个门，十里目睭，你目这睭本地有21空因吼，为即摆属地也剩14空。就是因为迄个无你用，所以拢足济哦，迄个土土沙。沙就甲伊切掉诶，就变成绿地人就点起厝。所以伊这是用迄个啥物罗马诶宫门诶一个造型嗯，起发啦，因诶起发拢是安尼，而且做者桥拢是罗马时代起诶，拢1000几栋啊。是，这个走转来就是咱讲诶六基上嗯大诶吼，第二大诶即个嗯，清真寺有水诶所在吼。好，今仔日真欢喜，咱有看着咱诶观众朋友起来哦，因敢有看过即种所在吼？迄个泰国若有水诶所在吼，嘛是足济人吼，因为即阵应该愈来愈热吼，伫泰国即个所在吼，咱诶朋友真欢喜看着恁吼，爱记甲家己饲一个赞哦，吼，咱诶老师。后礼拜搁要继续甲咱讲啥物所在？好，下礼拜，对，咱来看，因为咱最近拢咧看清真寺啦，所以咱来研究清真寺即个穆斯林是安怎来。哦，是哦，好，所以若有人有看过吼，会当甲咱留言讲一下吼。还是多谢观众朋友，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搁转来听老师讲故。今仔日咱看诶是保罗诶厝边，厝边或者圣经诶基地家圣经诶基地家。对，恁诶厝边有人有怪人无？千万毋通感觉伊足怪哦，搞不好伊是一个啥物专家，对无？就令咱无了解诶吼。好，安尼欢迎你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泰国7:10，台湾8:10，来澳洲就是1:10，做伙来讲故事，听老师讲故事。好，安尼逐个平安，多谢老师。平安。